真突出那个细致的完成，应当作为艺术家。做观众喜爱的人，也老百姓寄望的人。作为一个演员来讲呢，多唱上好几个角色，最大的幸福。不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喜欢。流派的要流的，流派的要合奏的。流派不是侬自家封，流派要观众来承认侬。你这个人物离不开这个本质的整体的资历，人物是企业资历的。作为人我讲我不做过的，我也不要唱小生，不侬要唱啥啦？我讲我要唱老生。用我一颗出世之心，真正面对艺术，真正面对生活。勇担奉献，创新天。